再来关心国内消息，美国总统拜登指派跨党派驻青代表团旋方式来台湾访问。这个早起会见总统蔡英文，伫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的时期来台湾要挺台湾。代表团表示讲，希望透过这摆拜会，向台湾的人民再次的保证，嘛向开盟友甲伙伴传达美国坚定维持的承诺。蔡总统嘛表示讲，历史的经验甲咱讲，对侵略行为若是徛关山看马烧炭，未来咱的威胁会更较济。美国总统拜登指派驻青代表团，今日下晝9點外來到總統府，大家為大門密來。前主席，美國前參謀首長會議主席穆倫真歡喜看到蔡總統 ，AIT 處長孫曉雅嘛陪代表團來到總統府。歐蘇利文前白宮副國安顧問。總統甲大家小酒問了後，請大家坐來做伙發表談話。就在全球密切關注烏克蘭情勢的此刻。拜登總統指派各位貴賓來台，不僅是對台美夥伴關係的重視，更展現台美關係的堅若磐石。更重要的是，這凸顯了台灣在國際跟區域安全上的角色，以及國際民主社群必須更加的緊密團結。在美俄羅斯侵入烏克蘭，台灣加入對俄羅斯經濟制裁國際行動，領導救援嘛已經啟動。拜登代表團嘛強調，這就是引來台灣的目的。We come to Taiwan at a very difficult and critical moment in world history. As President Biden has said, democracy is facing sustained and alarming challenges, most recently in Ukraine. Now more than ever,Democracy needs champions. 蔡總統嘛講到，中國的軍事威脅繼續升懸，然後台灣民主的動作無一天停落來，台灣人未因為安尼放棄堅持。台灣要告訴全世界，我們有堅定的自我防衛的決心，也會守護我們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烏克蘭危機告訴我們，民主國家間的相互合作和積極作為至為關鍵。I do hope by being here with you, we can reassure you and your people, as well a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reg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firm behind its commitments. 蔡總統嘛講，對侵入的行為，若攏一點點，就是對家己製造愈濟威脅。美國強調，因會繼續支持以符合台灣人民意願和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決兩岸議題。Hello， 我是葉明。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請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